后边伊再继续讲的吼。说的，好题，若见人主，显如林，乌合法优秀其，各项出经，所持公经，我若胡说者，亦有人文，心之公论，恶而不实。说的，当地是经义，不可思议。各国亦不可思议。因为这道位，不再强调，就是说的，不是说的，若见人主显如林。这个当中就是这个金光经学为上，一点倾向，就参照咱前一里边，学识、摸识、诸佛三摸识，这是一个善巧方便说了吼。我就是其学生出经所得功德，咱一定听清楚这样判决。有凹不实，这就是时阵，这点的判决。你若有凹不实，你不得有凹不实。咱话到后一直强调的，正法、相法、道法，有凹不实。这个经学伊相信是拢过来，道文是嘛过来，拍是道嘛过来，甚至道经是伊嘛过来，正正道经无法后边，所以叫做2559。今年泰国的特别多2569年，但讲的就是心当中的听无法，所以叫有凹无实。有凹无实这个人，因为佛法已经拢报了，佛法拢已经就参像咱讲，这已经出来，这个卖酒有凹无实，现在都是不一样的，要来阿弟。这个道理吗？这有凹无实，这当中不可以是这个现在的时阵，现在的时阵，按照是算啥？这个时阵是听传闻时阵，传闻的时阵，这个法文叫做高明对不对？但是如果呢，二马研究叫做有凹无实，里面的多数叫做正法时期，唔知咱我当下讲，本身啊讲出来。如来手有莲花，无弥勒菩萨，弥勒我复述你。当正法决时，后500岁，密宗护持佛法经，报无灵魂。这是当时咱如来这个手有莲花，一年不得有3万以上，有80种好。这个手因为咱是种的好，所以有80种好。所以伊的目牌啦，伊的手啦，伊的拳啦，伊的身躯啦，拢总来讲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好有无量庄严，所以这个手就参到，这手是作用的有莲花就参到处理莲花，所以这叫做这个弥勒观点所以咱话，这个泰国我们大家来看这个大家观点是啥？通常是观点是啥？伊就是当这观点是叫观点嘛，听了这个有够满意啦。伊讲哇，这是观点的办法，从没有达到观点嘛所以呢，有凹无实，听好弥勒菩萨，弥勒我复述你，我来讲，当正法决时，当有凹无实，正法决时，有凹无实就是正法决时。你当护持佛法经报，佛法经报就是有报什么呀？佛法经，咱讲这个佛教就是三宝嘛咱叫做天光考过学堂嘛叫做三宝。因为咱来知影就是佛法经报，我无说，就是讲这个弥勒的经文，所以咱弥勒就是咱什么人？
没有人的说书嘛，哦，就是这样子嘛。这个老师呢，就是那个讲的啊，咱的孙子路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今天咱来了解这个后世，这是跟建法史啊，咱研究咱民所说的奇闻，所以咱研究的都大概什么样？90%，有可能是在马上就说，今后用出来的确定。我有交锋啦，我有交锋啦吼，你好，你有你交锋嘛？我看你吼有够水，有够顺的啦。你甲讲迄无咱嘛？所以有我是伫这个当中得到了这生活，你后当中大家生人。人讲啊，庙不怎么臭，冬天不除湿。若是真正去到这个物件，以泰国的时阵，有你这个上可能那个话，听这个话题，这困难，因爸爸有酒桌，困难阿叔无酒桌，他是咩啊？因阿叔万必死，因为啥？好神来，市区啊大，你手袂得干，你话就话唔是卡，硬壳壳。这规身不听，我见过，困难咯，给700件，我买，这属实的啊，有给你干嘛？我在太空变化，这不变袂过，我现在在太空嘛，现在在行政嘛袂歹，我在用嘛袂歹，这证明啊，不高，回乡，因老家看观察那个乌川那个桥嘛，那个，就真的是这个物件。这个叫啥？有后大势，但是这唔是开玩笑物件，这真正唔是开玩笑物件。你今日去下当是有后大势，下当是有三倍生活，这个物件唔是无可能物件，所以说来讲当兵是，你要去这边，过去咱拢尽量运用尽大效果，但是咱爱好咱变小办。因为那个有电车，咱前面一个有小心，咱国务无够，咱这台湾咱做袂掉。我大岁呢，真正呢，有电车食到出去水呢，但是那个看到呢，所以